大家好，我叫白丁飞，我叫张小蝶，我是方希荣，我是来自中国的曾瑶。我叫赵云。大家好，我叫乔海涛。今天非常荣幸受到了老师的邀请来配合拍这个视频，观看达达斯坦的视频。今天我们需要观看一些达达斯坦共和国族的一些视频、音乐视频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。然后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来感受，就是达达斯坦音乐到底是如何。以后不会听对吧？我也觉得现在当代大学生估计也不会听这首歌了。我为什么有一种迈克尔·杰克逊的感觉？是有，他很像他，这舞跳得很好，就是这个背景不太行。是的，我感觉是有点太恐怖了感觉。这个感觉有点像迈克尔·杰克逊那种感觉，就让人忍不住想要拍拍手跳一跳。但为什么感觉这个 MV 这么诡异呢？他这个感觉有点，虽然我们有看过关于这首歌的表演，它非常的经典。在5月9日胜利日的时候，曾经有过这首歌，我有亲自在现场听到这场音乐会。喜欢，非常的喜欢，非常喜欢，举起来。念的哪个强？念的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开头有点像《美少女战士》？对啊，我也觉得。天，这个 MV 开头就是像个动漫一样。这种阳光的视频也会给人一种开心的心情。对。感觉这首歌应该是他们人人都会唱的一种，就像我们那种沂蒙小调、沂蒙山小调之类的。我们认为对于这首歌的话，我们还是属于比较喜欢状态的。是的，喜欢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欢快，让我们也感觉非常的舒服。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儿歌的感觉？对。哇，这个跟前几首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比较现代。这个为什么感觉开头有一种凤凰传奇的感觉？我看到这小孩，我也挺怀念童年，无忧无虑的。赞的拉比萨。喜欢。不同的意见，我们拥有了不同的意见。我很喜欢，但他不喜欢。OK。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流行歌曲，有点像。有时候如果你戴上耳机，就是如果你某时间心情不好，戴上耳机听，你可能都会听哭。我听不懂这些歌，但是我感觉这首歌那么感觉像在讲了什么。有点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，也有点高。他的片段拍的也很有韵味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我觉得像在喀山拍的这些街道，对，可以感觉到他的情绪，唱歌的时候的情绪。那意思。我会喜欢这首歌，对，我们都非常的喜欢这首歌。对。啊，我的最爱。这首歌确实非常欢快。
这首就很 rapper 很 rapper。对，非常有中国 rapper 的，这真的是碳基生物想出来的歌吗？我们非常喜喜欢，就很 nice。我不太结束了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我不喜欢你。念的了，我操！这首歌看着怎么感觉想起了《哈利波特》？这个更怪了。你觉不觉得有一点像，那个叫中国的一个明星，我想不起来名字了。中国的明星吗？我感觉有点像，有点像中国年前讲说了一个词儿，非主流。我很抱歉，我很抱歉，但是确实有一点点像。对，是他的造型吗？造型多少也有一点吧，还好。可能不会是中国人喜欢的发色。我觉得，所以你会喜欢他吗？那我更喜欢上一首歌。OK， 好吧。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啊？你不用啊？不用？你不是不喜欢吗？不喜欢，我不是特别的喜欢。这些歌曲，音乐是挺好的，但是有一些的视频可能有点开放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大家，大家所以大家。巴嘎。